社论当客庄快成为回忆，母语却已住进家户病房。从街坊新闻看客语的世代断裂。文理文换，阅读客新闻，关于全国客家日的随机街访报道，字里行间透出的现实，令人久久难以平复。报道中描绘的景象是一幅真实而沈重的客庄素描，会讲客语的多是白发苍苍的长者，中生代多处于听得懂说不出的尴尬断层，而年幼的孩子对母语则已形同陌路。客家话正从日常生活中一层层剥落，在市场，在公园，在家庭的餐桌旁，母语正逐渐陷入一代不如一代的集体沈没。随着时代巨轮推进，客庄的传统风景正快要成为一种遥远的回忆。虽然部分地区仍保有零星的文化薪火，但整体的淡化趋势显而易见。火房屋成了高楼、挂纸、扫墓，不再重视传统嫁娶与信仰也趋于简化。或许生活形态的转变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但语言的消亡性质却截然不同。语言不只是文化的符号，更是族群灵魂的脉络。当一种母语只能困守在教材与课堂，而无法在日常对话中自然流动时，它便如同已住进加护病房，仰赖着人工呼吸器艰难维系。该篇街访新闻亦揭露了客委会调查中令人心惊的断层数据：60岁以上长者能流利使用客语的比例近80%，但18至39岁的青壮世代却骤降至40%以下，13至18岁的青少年更仅剩11%。最令人忧心的是30至50岁的失语中生代，他们身为父母，本应是语言传承最强韧的接力手，却因自身的语言弱势成了断裂的交界点。这篇报道不仅是随机的采访，更是对客家文化续航力的集体鉴检，诊断出的结果却是母语生命力的快速流失。更关键的阻碍或许不在外界的标签，而在长辈心里的阴影。成长于讲国语运动最严厉的年代，老一辈曾因母语被纠正、被惩罚，长期的制度性压抑使许多长辈在潜意识里将客语视为不该讲给孩子听的语言。出于对后辈的疼爱与体贴，阿公阿婆自发地转换为华语，认为这才是对孩子有帮助的语言。这种看似慈爱的退让，却在无形中自断根脉。真正令客语陷入危机的，并非孩子拒学，而是上一代已习惯将母语放在次要位置，主动让位。然而，语言的复振不能仅靠政府，要靠你我已觉醒客家意识的子弟。许多家庭已经开始示范可能的路径，有阿婆坚持与孙子讲客话，孩子因好期主动学习；有家常翻转观念，利用社群媒体语绘本将客语带回客厅。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使用，而非仅是保存。唯有当客语重新出现在市场的吆喝与家庭的对话里，而不仅是黑板上的符号时，它才算真正活着。今日是2025年12月28日，适逢全国客家日。这个日子的设立，不应只是形式力上的节庆标志或烟火式的文化活动，而应是一次集体记忆与族群自尊的强烈唤醒。站在今天这个时点，我们必须回首1988年那场震撼社会的万人还我母语大游行。那是台湾民主转型期，客家人为了尊严，为了下一代不再因为说母语而被罚款晋升，所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与勇气。那是从卑微中发出的怒吼，是从沈默中点燃的火炬。30多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留下纪念的空壳，却遗忘了行动的灵魂。如果当年的街头奋斗是为了权力，今日的家庭对话则是为了存续。客语复兴不需要壮烈的口号，需要的是每一位客家子弟在今日重新找回意识，在餐桌上，在日常里重新打开嘴巴说客话。环境不足可以创造，一时薄弱可以重拾。唯有如此，客语才能从教室语言回归为生活风景。我们不希望在下一次街访中听到的不再是亲切的乡音，而只剩下老人家心底那一声声摔过，实在还摔过。